新手用戶想入手加密貨幣，第一步就係要揀一個安全又易用嘅交易所。今次教你點喺 MEXC 開戶做身份認證，真係超方便。首先，上 MEXC 官方網站登記新賬戶，記住輸入推薦碼，可以即刻享受高達20%手續費優惠，賺多一層注數。註冊好之後，系統會叫你去你 email inbox 入面撳個驗證連結，呢步超簡單，幾秒搞掂。咁樣就開始建立你嘅安全賬戶啦。跟住就到最重要嘅身份認證啦。只要上載身份證相同資訊，按住提示影張正面證件相，再填好基本資料，好快審批完成。如果想提升額度，做埋 KYC Level 2，拎住你嘅身份證自拍一張，按住指示上載，認證進一步升級，未來大額交易都冇怕麻煩。完成認證，有機會拎到新用戶高達$10,000獎勵，真係啱晒新手。快啲註冊試下啦 ！MEXC 渣打零 fee 交易，開戶無壓力，投資加密貨幣就係咁 easy。